高雄局长王明德表示，每当过年期间，游客上介意来安平，因为停车场有限，所以透过记者会呼吁游客过年来会当停王城路或者是安益路等停车场，到时拢有免费接驳车到周边的景点。当然，市长并带人观光的同时，嘛惊大塞车，所以呼吁市民甲游客多多利用大众运输。市府伫过年期间，买设立疏运指挥中心，让所界交通有违规共款执法，来保障大家有一个平安快乐的新年，让民众有一个快乐又安全的春节假期，而且让这个我们的交通秩序得以维持。当然，我们也需要希望说市民朋友以及外来的来台南度假的各位好朋友能够多多帮忙，多多配合。那当然，我们也要在这个交通事故，我们希望说今年的交通事故的今年假期交通事故要比去年还要再少一些。那所以事前的宣导很重要，那交通秩序的维持也很重要。所以我们希望说能够保障大家有一个快乐、安全、平安的新年假期。春节期间，市府为了处理第一时间的交通问题，有控到2988944的专线服务无中断，及相关交通的所得资讯，会当将交通局的网站，或者是下载台南好停、大台南公车等 App 来查询。台南新闻，阮及何强邦采访报道。